稻米是我煉成的咧，其實主要係記錄兩樣嘢。第一咧就係我同一班以前一齊去反高鐵湖菜園嘅朋友，佢哋喺拆咗村之後，繼續去種植種田。而我拍嘅例子就係稻米咯，我自己學習種稻米，我同佢哋一齊學咁樣。咁有一部分嘅內容喺呢個。但係呢套片比較特別啲嘅就係佢記錄咗一啲種田之前一齊喺菜園村啊，或者菜園村再之前啲社會運動一齊嘅生活片段。咁佢會去講好多喺再同呢一班去種咗田嘅朋友再相處嘅時候，我自己嘅反思喺度。我想點樣生活？我見到佢哋點樣去做社會抗爭，喺城市入邊社會抗爭，然之後再去咗種田呢一種咁樣嘅轉變。我做電影工作嘅時候，我可唔可以過呢種農耕嘅生活呢？如果過唔到，又或者過到，其實中間涉及啲乜嘢嘅因素係同佢哋唔同呢？我自己想未來點樣過呢？我覺得個社會點樣更加美好呢？咁有好多我自己嘅反思會帶到出嚟咯。對我嚟講，其中一樣獨立電影嘅定義就係佢係一個真係比相對於可能電視台啊或者商業機構，佢係會比較可以獨立地、尖鋭地去講出一啲社會現實嘅一個渠道啊。但係第二樣獨立電影，對我嚟講最緊要係佢俾咗好大嘅空間俾嗰個導演咧，去諗下一個好啲嘅世界、好啲嘅將來，去探索係點。而喺呢個創造緊未來一啲好嘅世界、好嘅將來過程入邊，一個拍戲嘅人佢個身份又係啲乜嘢？有冇需要有一部攝影機喺度嘅咧？其實一個好啲嘅未來。